各位亲爱朋友，大家好，咱即马过来介绍甲手的动作相关的一寡台语字咱第一字要介绍的叫做挂，就悬挂的意思，把东西悬挂起来。咱比如讲，衫爱挂在衫架顶就是衣服要挂在衣架上另外一个意思是佩戴珠宝饰品，咱譬如讲挂手环就戴手镯另外它也有意思是连带附加的意思，咱譬如讲一喙挂香机这是一句台湾谚语一喙挂香机下面意思是一张嘴附带两个舌头，比喻一个人口齿伶俐另外一个意思，譬如讲肉挂骨，下面叫做肉挂骨，就是带骨的肉另外有一个音读作垮，就是悬放的意思，把事情悬在心中。咱比如讲，伊把这件代志看在心肝头就是他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另外一字要来介绍叫做摕嘛是会当读作 A， 就是拿取获得的意思。咱比如讲，没钱这里给我摕，就是如果没有钱的话，尽管找我拿另外一个有一个音叫做提比如讲，它的意思是举出揭示的意思。咱比如讲，提出叫做提出提议叫做提议另外一个意思是从下往上提，譬如讲提升就是把预定，另外还有意思是把预定的时间往前移。咱比如讲提早另外一字叫做摕就是拿取的意思。咱譬如讲摕物件就是拿东西另外譬如说摕批就是拿邮，就是邮差的意思好，感谢各位。